嚟啦，我又嚟講古仔啦。今日要講嘅咧就係民國粵軍軍需大總管黃冠章嘅私人別墅對山園。對山園呢座嶺南名苑坐落喺而家荔灣區增步公園入邊。佢曾經嘅主人黃冠章早年間就係廣東政法學堂嘅高材生。咁喺1928年到1936年陳濟棠坐鎮廣東嗰陣呢，佢就做到第一集團軍軍需處少將處長兼省銀行嘅副行長，仲做過廣州中山紀念堂嘅揸數大佬㗎。講到對山園嘅來頭，當年坊間有傳呢，就話黃生呢係攞咗紀念堂嘅工程款嚟起屋嘅。不過查實古仔又有啲水分喎。事關中山紀念堂嗰陣成日就鬧錢荒，工程呢仲要日日見報，咁邊個敢喺老虎頭上捉實乸呢？再加上黃生本身就係管住成個銀庫嘅，咁使錢都要過幾重嘅審批，所以呢單傳言始終就冇實錘。不過話時話，對山園同中山紀念堂嘅建築風格真係好鬼似嘅，紅柱綠瓦白欄杆，睇落去真係似足兩兄弟。咁對山園呢就喺1929年開始起嘅，足足就起咗2年幾。最犀利呢就係用鋼筋水泥扮古裝，將宮廷式嘅飛檐斗拱呢同西式嘅混凝土完美咁融合咗。咁成個園區呢就按地勢嘅高低錯落佈局，9座建築各有講究噶。正門口呢個呢就係牌坊嘅門樓，3層高嘅綠琉璃瓦頂加回紋嘅瓦脊。喺門關位呢就刻住皇上堂3個金漆大字，而喺兩邊嘅對聯呢亦都寫住啦，門從積德大，官字讀書高。咁擺明車馬講俾人聽，呢度就係書香門第啦。行過門樓，過咗呢個拱橋之後呢，就到主樓啦。仿宮殿重檐揭山頂嘅設計，2樓呢夾喺2重飛檐之間，咁前邊呢仲有一個魚池襯托住佢，簡直就係富貴中帶住啲雅致。喺北廂房嘅中型花窗，舊陣時廣府人最忌鐘同鐘係同音嘅，但係黃生偏偏就反其道而行嘅。咁原來中山紀念堂同南京中山陵都係大量用鐘形嚟裝飾嘅，咁所以對山園呢又有細版中山紀念堂嘅花名。後山涼亭呢度就係畫龍點睛啦。據說當年就係黃生為咗去信佛嘅媽媽起嚟念經用嘅，鋼筋混凝土整出呢個唐風送韻，而且喺山頂呢仲可以望晒成個園林。喺民國27年，即係1938年，黃冠章就去咗香港，為逃難嘅廣東學子們就創辦咗道正中學。咁去到香港淪陷之後呢，道正中學就轉移到高州。咁係民國34年，即係1945年嗰陣啊，年僅47歲嘅黃冠章就過咗身啦。咁按照佢嘅遺願呢，道正中學就搬咗返嚟對山園啦。咁解放後就成為咗廣州4中，後嚟學校遷出咗，成個園呢就變咗雜技團嘅訓練場啦。咁50、60年代仲做過石灰廠同埋電石廠，搞到殘晒。咁好彩呢，2005年政府出手重修啦，咁依家先至恢復返當年嘅風采啊！對山園見證咗成個民國到新中國嘅變遷，由軍閥紅人嘅私家別墅到抗戰救亡嘅教育基地，再到國營工廠，最後回歸市民公園。咁呢度呢就係一本活生生嘅歷史教科書。如果大家得閒嘅話，不妨過嚟呢度感受一下民國年間嘅嶺南風華。